你有冇試過當你介紹產品嘅時候咧，客人突然間笑得好誇張，好似咧對你嘅講解好有興趣啊，但係最後佢竟然冇買，甚至話咧再考慮下先啦。其實並唔係所有嘅笑容都代表客人真心開心。咁啊，心理學嘅研究就發現啦，當人感到尷尬、壓力，甚至你唔知點拒絕嘅時候咧，都會用呢個社交性嘅笑容去掩飾呢個真正嘅情緒。嗱，要分辨咧客人係真心有興趣定係只係敷衍嘅話咧，可以睇3個關鍵細節。第一，真誠嘅笑容咧會有眼睛嘅細紋，即係好似咁啊。OK， 但如果客人咧只係嘴角向上揚咧，眼部肌肉冇變化嘅話咧，就可能係社交性嘅笑容啦。第二，真正嘅開心嘅笑係會配合自然嘅身體語言，例如咧微微向前傾啊。但如果客人笑得好誇張，但同時間嘅身體係向後傾，甚至交叉雙手，咁就可能想保持一個距離。咁第三啦，笑完之後佢有冇接住提出問題？咁如果佢笑完之後冇任何跟進，只係不斷講哦好有興趣喎，咁可能只係純粹嘅應酬嘅啫。如果你發現客人笑得誇張，但眼神飄搖或者冇實際嘅回應，代表佢可能內心猶豫緊啊，甚至覺得有壓力。呢個時候咧，千祈就唔好再進一步推銷啦，而係用呢個放鬆氣氛法。例如啦，我見你好似有啲顧慮喎，係咪有啲地方未完全清楚啊？令客人覺得佢可以講真話，而唔需要用笑容咧去掩飾佢內心嘅不安。又或者咧，你可以用呢個真誠確認法，例如話，我想確保咧我解釋清楚，你覺得呢個方案對你嚟講係咪真係有幫助啊？用開放式嘅問題令客人表達佢真正嘅想法，並唔係咧所有嘅笑容咧都代表對你嘅產品有興趣。如果你懂得分辨，成交機會就會即時提升。我係 Jack Chan，一個會教你使用唔同嘅暗黑心理學技巧，令你嘅銷售工作變得更 easy。試下用，留言話我知。